同款是高雄阿莲有一间车厂工厂近来发生工人意外，这汽车公司来甲这旧气板要调走的时阵，却因为吊车的吊环断去，规支更做气板就跌落来，撼到这货车司机的头，当场是无喘气。送病院了后，目前有恢复生命现象。劳工局到现场稽查了后，认为这汽车公司已经违法，会依法该罚钱。 救护车来到阿莲一间工厂外口，赶紧要甲已经被喘气的伤者送医急救。加在经过抢救，已经恢复生命现象。警方表示，这是一间车床工厂，受伤的姓何的查甫人61岁，是气体公司的员工。10月早起送钢板来交会，用天车吊挂钢板架时，疑似吊环向断去，超过动半重的钢板架都安尼直接牵到伊的头，当场失去生命现象。119到场后，紧急将何男送往冈山秀传医院急救。 为厘清事故发生原因，警方立即封锁现场，通知鉴识小组及劳检处人员到场处理。工厂员工私底下讲，气体公司逐摆送钢板来交会，拢是因家己的员工操作吊挂的。代志发生的过程无人看到，发现的时阵人已经倒伫咧遐。现场敢若会当看到倒去的钢板架甲断去的吊环。劳工局校长稽查表示，气体公司业者已经违法，将会依法处罚，上悬罚30万。初步调查研判，是雇主使劳工从事吊挂作业时，未选用适当的吊挂用具及采取正确的吊挂方法，以至于吊挂物飞落造灾。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工。 雇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，将处以3至30万元的罚锾。因为出代志的是气体公司员工，所以罚的是气体公司。你车床工厂是毋是有过失？劳工局表示，佫需要针对设备部分进一步调查，后续会先协助受伤员工进行治疗，确保伊的职灾补偿权益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